而家開始進行牙椅水路消毒步驟，清洗、消毒、浸泡。呢個步驟可以排出夜間停機時管內靜置嘅積水，初步降低菌落數。將所有出水端浸泡於消毒液中，靜置浸泡，嚴格遵守消毒劑建議嘅接觸時間，呢個係殺滅生物膜關鍵。強弱抽吸清水沖洗吸唾管，再空吸保持管道乾燥，完全隔絕細菌滋生。維港口腔每日執行標準化水路消毒，確保感染控制徹底。標準化水路消毒流程雖然繁瑣，但卻係維港口腔感染控制不可或缺嘅一環。佢代表咗我哋對專業品質嘅堅持，以及對患者安全最高嘅承諾。